北市长郭文泰拄就任的时阵，红拍做是5大备案的大鸡蛋。2020年的8月来复工，目前完工率已经达到94%。即摆台北市政府嘛重新甲万雄搁来签合约，双方确定包底抽成这种分利顺的方式。台北市政府讲，这是为台北市民摕回应该有的权益。这个大鸡蛋当时要完工，要开始来运作。郭市长讲，无设定时间表。从为你拆掉大鸡蛋，总算要甲大家见面啊！边个工人伫无闲，为2015年无已经停工，2020年8月份才复工，等遮久想要拼完工营运。台北市政府嘛公布甲万雄重新决定契约的结果。契约文件就没有权利金这一条。台北市民在远雄大巨蛋，他只要开始营运，他就可以分到6块。因为大鸡蛋拢无权利金，被当作是无平等的条约。台北市政府甲万雄协商几下摆，总算决定分红的方式，分做3个阶段。若是实际营收无达到估价营收，受总额0.6%；实际营收若是超过估价20%以内，这部分收1%；若是超过20%以上的部分，搁增加1.6%。以估计一年营收60亿来讲，若是实际上敢若收50亿，安尼就该收3600万的利润；若是70亿块，就使收4600万块；若是80亿呢，就使收6080万块。远雄来说，它当然最好不要出，但是对我们来说，当然越多越好。那所以要找到一个平衡点。将近3万多坪，收回来的每坪租金只有几千块而已。这个结果，市议员无满意，不过市政府对了本来无权利金到即卖成果，认为讲已经为市民争取应有的权利啊，是讲这个拍拼的程度敢有够，就留予市民去做判断啊。我是李文，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，记得收看52动起来，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